兩公婆日日嗌交，未必係感情出問題，有可能係間屋太細。香港平均居住面積得160尺，即係15平方。兩公婆加個細路，甚至加埋工人姐姐，轉身都可以撞到對方嘅膊頭。你想靜雞雞咁樣睇陣波，老婆想睇呢個追劇，個仔想溫書，你哋想傾偈，空間就係感情嘅第三者。你諗下，如果同樣嘅月供喺珠海，你住嘅係3房2廳2衛，老婆有衣帽間，個仔有書房，你有個露台可以喺度飲茶食煙，屋企大咗，你把聲都可以細翻啲。呢幾年我淨係幫香港朋友揾家庭嘅修復房。我手上有一份香港換樓客嘅一個珠海中山大3房真實嘅成交案例。咁評論區打改善2個字，我俾呢份資料你睇睇，你睇完之後就知道噶啦，原嚟屋企可以咁樣住嘅。